作者最易，小故事大意義。鄭柏禮。小小肉丸毫不起眼，卻係一家人嘅終身職志。一個品牌，兩代傳承，造就咗中小企業嘅傳奇故事。我選擇為大埔振興出版呢一本小書，一嚟係為咗紀念其50週年嘅生日，但更深刻嘅意義係佢代表住一顆生生不息嘅心，讓我哋體會到家族生意嘅美妙。若以規模、利潤、名氣、人才等因素觀之，大埔振興只係一間普通嘅老字號，唔容易引起大家注意。但當我聆聽佢嘅故事之後，我發現呢一間半世紀嘅老店擁有特殊嘅氣質，喺芸芸中小企業中可謂鶴立雞群。大埔振興由創辦人陳南輝先生傳俾長子陳岳明，再傳俾五子陳岳成。期間冇權力鬥爭，亦都冇兄弟獵場，亦未發生爭產風波。8兄弟姊妹喺傳承嘅過程中有商有量，共同進退，互相支持，直到今日依然係各司其職，為家族事業嘅發展而鞠躬盡瘁。由於我長期研究香港中小企業嘅發展，大埔振興嘅個案令我耳目一新。佢消除咗我對家族企業嘅偏見，讓我睇到一家人和諧咁經營家族事業嘅美妙景象。我哋口中成日掛喺嘴邊嘅50年不變，半真半假，真嘅係初心不變，宗旨不變，信念不變。50年嚟堅持不懈咁奉行，改變嘅係經營模式、管理方式、工具設備、營銷方法。隨住時代嘅發展而變化，拿捏變同唔變，係長青企業嘅成功關鍵。能掌握者先至可以長期成功。大埔振興嘅個案值得中小企業家參考。我喺度誠意向各位推薦。